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两岸是我们社区正式的延期，在非常多哈。老大人开挂了，我们在这个场地最大的小组去年的农会我们彰化县美批组的第1名啊。你互阮王连较委员爱4点，爱留4点互委员，所以遐你无用哦。好叫是你无用。开始哦，施行起来，但是伫咱历届理事长会努力之后，咱的这个村民哦，各拢非常热心的投入哦，包括咱看到后千岁团，也包括原级舞团足侪团体吼，在就是甲咱社区的精神哦，甲充分显现出来。代表咱中华关接受到咱卫福部的一个这个考核哦，相信一定有真好的这个成绩，而且真是爱来甲咱历届理事长哦，包括因学乐者，嘛是因为伫社区哦做了成功，所以咯双足简单就选到村长，选到这个代表吼，嘛是因为因长期对咱社区经营哦，相信哦大家共同努力，社区咱的长辈会受到上好的照顾，咱的这个小朋友伫遮嘛会受到大家的这个看顾，互因会使快快乐乐成长。互咱社区再来的阶段就是要来产生自己的产业哈，慢慢的话让我们的经济也能够带动到我们的社区，一起为我们社区来这个创造出更多的一个商机。那美好彰化，希望城市大家做伙来拍拼。社区，我同甘心的就是讲，咱社区中间拢袂讲哦，你伤老哦，我袂来，我插一步。我发觉每一个社区吼，母鸡带小鸡以外吼，大家就甘心的哦。你咧办这个评选哦，大家拢一直来看。我甲我讲，恁这个所在就好诶。所以早起迄场就开始安尼啊，第2场嘛是安尼，吼，拢迄个大家互相吼，拢真照顾。所以政府民间，所以我感受到讲，咱为安怎，我今仔日终于找到答案。虽然我对这个中华吼，本来印象就拢同好啊。9个怪市哦，即个咧评选，敢若我来这个中华怪。因为特别吼，要代表阮的卫福部吼，今仔来个遮吼，感谢甲恁感恩啦。当然恁若做啊就好，所以呢，阮委员吼，一方面在过程中会互咱一寡建议，毋过吼，这中间委员拢甲我反映讲吼，来到社区吼，哇，实在是感受到大家的热情，感受大家的用心吼，非常看到咱台湾的希望。所以我在家哈，真的代表我们卫生福利部哈，真的要谢谢我们彰化县，我们王县长领军所有的团队，还有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，所有的用心时段，有恁咱这个中华，足有希望，愈来愈好，好不好？